基礎醫療啊，包括我哋嘅衛生中心啊，包括我哋嘅山頂醫院啊，其實都做得非常咁完善。但係有冇完善空間呢？市民係要求越嚟越高，亦都有好有完善個空間。咁我關注翻而家我哋新一個協和醫院啦。因為協和醫院呢，其實都喺首先喺離島嗰邊啦。好多居民呢，特別係住離島嘅居民啊、石排灣嘅居民啊，佢哋呢都希望呢協和醫院呢盡快投入一啲佢哋本身喺山頂醫院睇開嘅一啲科啦。可以喺我哋離島醫院啊，可以盡快咁可以近咁樣啦。因為佢哋如果住喺石排灣嘅時候，佢哋睇一次醫生，基本上都差唔多耗費咗又搭巴士又排隊又輪候，耗費咗一日嘅時間嘅。佢哋都覺得都幾攰下。而附近有間醫院呢，都希望可以喺佢哋一啲嘅特別一啲嘅眼科啊、牙科啊、心血管科啊、骨科啊呢啲咁嘅醫療服務呢，可以盡快咁優先咁落實呢啲嘅時間表，令到我哋可以就近咁。其實我哋而家呢，衛生局做衛生當局嘅一個角色呢，係協調緊而家山頂醫院最需要分流個項目呢，就去翻協和嗰度有條件呢，盡快等佢哋開展嘅。我相信呢度亦都包括呢嚟到同石排灣居民佢需要嘅。